其實就係咁，係會有一條低壓槽啊，低壓槽喺度啊，低壓槽。低壓槽係會形成強地球活動，應該係大約係星期4左右會影響香港啦。珠江口一帶係會有雨落啊。珠江口一帶會有雨落啊。其實會有明顯大雨啊。就這樣，其實 GFS 預測對降雨係唔會好強啊。